所谓发展部的部长唐凤最近互人批评无责任，尤其伊去年10月份的时去参加这个联合国网络论坛的时阵，毋是用部长的身份，互人讲是降价咱的国家。唐凤今仔日是亲身出面来解说，讲无这款问题。 美国邀请我们参加 DFI， 那我亲自去京都，也有参加相当多包含场边的、双边、多边等等的活动。在当场我们接获到一些资讯，说 DFI 那一场我如果实体进场可能有一些冲突所以在那一场我是采用线上的方式参加。我们看到很多各界对我的批评指教嘛，那我向来都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意思是说，我从来不会去用政党或者是 派系这些角度去解读。针对外界传出有可能落台的消息，唐凤是表示，伊要去也是要留，是由伊的董事来做决定。外界的批评甲指教，伊拢有听到，嘛有看到，伊袂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也若即个防制诈骗的部分，唐凤是讲，数位部今年度有编9位数的预算，期待讲新的国会会当支持电子签章法的修正草案，互即个等等的法规，互数位部拢会当有空间来发挥。